为解决部落公墓满葬问题，秀林乡公所于113年7月5日在水源村水源部落办理纳古墙启用仪式。秀林乡乡长王玫瑰、陆quân旗委员办公室主任柏江生、花莲县政府北区服务中心主任陈敬德、花莲县议员陈美莲、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骆燕玲、副主席丁立芳、王泽元代表、王沈刚族代表、赖伟祥代表、黄福祥代表，各村村长及部落绅士皆一同到场恭贺启用仪式。一定要互相合作，一定要非常多的事情是要透过非常多的沟通，我相信才会有很好的一个成效。好，谢谢大家对纳古墙的关心。那在此祝福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。公所跟代表会还有各位乡亲大家的努力携手合作下，我们才会让我们的地方会更好。也祝福我们这次的启用典礼能够顺利平安。过去太鲁阁族传统殡葬习俗以土葬为主，本乡既有18个部落，15处合法公墓早已不敷使用。受限山区环境地理位置，兴建纳古塔难度极高。秀林乡公所在乡长王玫瑰的政策下，积极推动采用纳古墙形式，改善因墓地不足而产生的满葬、乱葬问题。秀林乡水源村水源公墓纳古墙工程占地约620平方公尺，4座纳古墙双面设计，共8面墙，每面116个骨灰柜，总计共928个柜位。每座墙两侧皆有精致陶板图腾，凸显出部落特色文化，提供水源公墓纳古墙公墓公园化概念的环境。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。